亲人朋友做伙分享上帝的听，分享上帝你的恩典。主要阮伫过年过了后，搁转来伫阮的工作顶面，阮的生活顶面，求你来祝福所有的一切，有上帝你的祝福。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亲自引带，来祝福带领阮所有，你家己亲自带领阮。每一个人得到你的看顾。耶和华的主上帝，我们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因为你是恩典满满的上帝。感谢你，予阮伫过年的期间，会当甲阮的亲人朋友做伙分享上帝你的听，上帝你的恩典。也感谢你伫过年要结束的时，予阮伫主日的时候，阮会当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恳求你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阮要恳求上帝你的话，加做阮头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光照阮新的一年有上帝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恳求你来保守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，无论因担任什么款的职分，主拢互阮会当加做一个人，会当将所有的百事，连阮家己来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。也恳求你施恩保守，还未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。主，互因的脚步平安，来到阮的中间做伙，互阮会当同心来献上感恩的祭献互上帝。主啊，互阮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有上帝你的恩典满满，也拍开阮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话。主，阮只是要陪伴阮家己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信心亲自进入。主啊，互阮会当领受信心的引带保守。互阮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主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主的手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就请咱陪伴心来做礼拜。
恁着摇花手神的歌，全地拢着摇花手歌，着摇花手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摇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懊恼，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兄弟平安。这是咱三个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73首，打碗感谢上帝。圣诗73首，打碗感谢上帝，请起立。且坐，这是咱三个来祈祷，祈祷阮的天父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，全能的主，伫新春的主日，正假日女谦卑来到圣殿，用欢喜敬虔的心来学乐敬拜你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请选阮真做你的囝儿女，来领受对你来丰盛的恩典，嘛保守阮伫过去的一年中间平安顺遂。虽然伫即场也是伫生活中有时会拄着困难甲挑战，互阮有时会软弱，有时真艰苦，感觉压力真大，
总是主的恩典有够用。我靠主，凡事毋忙，凡事祈祷，因为有的主的看顾甲保守，愿得到平安，愿会当刚强壮大来行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伫新的一年，恳求主继续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赦免阮所犯的罪，求主来教导阮，透过读圣经、祈祷，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生活有见证，信仰有行动，互阮所讲所行合伫上帝的心意，食做一个合伫主心意的好管家，来得到主你的欢喜。也为着奉主的名所设立的常年教会来祈祷。今年阮的教会成立110周年，侪信仰的前辈认真做工，规划教会的事工，以及筹划伫事业体的事工，人人传福音，互常年教会会当诚侪中山区真水的传福音的教会。也因为上帝的祝福，互阮的教会侪年来有能力来帮助有需要的教会以及教会的机构。那亲像圣经的教导，我凡事做恁的模样，就安尼筹划来扶持软弱的人，就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，讲，互人的比对人提的较有福气。若是一体受苦，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荣光，百体同快乐。这是阮对信仰的前辈所看到真水的事工。主啊，伫新的一年，我要立志为主用心来做工，尽心来服侍，恳求上帝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互阮的教会更较复兴，阮的信徒熬做工，伫主内大家同心合意来传福音，荣光上帝的名。伫2月份开始，教会有真侪110周年的庆祝的活动，恳求上帝来保守看顾，每一个事工都会当真顺时来进行。透过这个事工，会当带领更较侪人来到教会，互因有机会来认识主，才做因一生的祝福。主啊，我嘛爱为着身体有病痛兄弟来祈祷，愿主来医治，保守因的身体会当真紧来恢复健康。厝内底有丧失亲人的兄弟，愿信心来安慰，守住对主内的平安，感恩之地。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真寒，求主特别来保守阮的中间的长辈身体健康。也为着今仔日讲道的四牧师来祈祷，恳求信心稳固四牧师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。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的圣手，求主来带领。阮的祈祷无够也，爱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，逐个来祈祷。阮天地的爸，我你的名信，你的福音到，你的旨意食，你的意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意思是咱互阮赦免咱的过负，亲像阮将赦免互阮的人，无你带阮离弃。就叫阮脱离迄个海的因果、环境、灵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这是咱要三个来启应文15篇，
伫咱的信息后面23页的所在，刻印文15篇，伫咱的信息后面23页的所在。上帝啊，伫锡安有人学路在听候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恶较野我。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予伊的水满满。你管压田园，满伊的沟，收编伊的灵。你用你的稳定做年冬的闽流，滴滴旷野的草坡，草坡用油棍做衫来穿。沙谷用五谷做麻来砍。这是俄罗要请西罗亚诗班，因为因的诗歌是：主啊，听我祈祷；主啊，听我祈祷。
感谢西罗诗班用情书的歌声引带咱来学习上帝，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。这是咱们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以西结书11章17到21节，17节。所以，你要将我至高上主所讲的话传告因，我要带因离开我分散因去的达国，甲因集合起来。我要甲以色列的土地献予因，因转到故乡了后，就除掉所有通染污的偶像。19节。我要甲新的灵、新的心赐予因，我要除去因迄个那石头遐尼啊重的心，另外赐予因有火有肉通顺坦的心。安尼，因就会遵守我的律法，重新顺坦我的一切命令。因要做我的子民、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21节，毋过，迄个意爱拜通染污的偶像的人，我要照因的行为来刑罚因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。17节，我即马奉主的名慎重考劝恁。毋通过过亲像外邦人迄款的生活，因的思想虚假，内心黑暗，甲上帝所赐的活命隔断，因为因完全无知，硬心自专。19节，因完全失去见效的心，放纵欲望，做尽逐款败德的代志。毋过，恁对基督所学的，却毋是安尼。21节，恁一定听过伊的代志，做伊的门徒，学着伫基督内底才有的真理。安尼，恁就要脱去迄个一直互恁的生活伫腐败中的旧的我。迄个旧的我是对私欲的欲气来败坏的。23节，恁的心思意念着更新，着称新的我。这个新的我是照着上帝形象做的，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顶面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愿意听伊的话，搁安尼来行的人。这是咱们请四牧师来传讲信息。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新的年，新的我，新的年，新的我，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第10天旧历新年休困的最后一天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聚集伫圣殿来敬拜上帝。伫遮要向所有的兄弟姊妹拜一个晚年，新年恭喜！要祝福大家新年新我 ，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New You！ 在领受上帝话语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听阮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对阮恩典的带领。拄伫过年的期间，也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甲阮的亲人朋友来分享上帝你的话、上帝你的听、甲上帝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互阮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用你的话语加做阮的开始，互有你的引带，有你的保守。主，恳求你伫新的一年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新的领受，加做上帝你所喜爱的子儿。主，阮将阮今仔日礼拜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的信心做工引带阮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新年新气象，新年新希望。
大部分的人对新的物件，拢有较正面的感觉，也较意爱，对无？就好亲像咱若去买物件，通常拢会伫一堆的物件的中间，安怎拢是拣迄个上界新的迄个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伫日常生活中看会到的物件的内面，咱大部分的人拢是外貌协会成员，也就是讲，咱大部分的人对伫物件外表看起来，是对新的意爱，远超过旧的。总是当咱若用信仰的角度来审查咱本身的事，咱是毋是也会当亲像对日常生活物件意爱同款，是对自我新的改变的意爱，远超过旧的习惯的依赖呢？对人生的软弱甲有限来看，伫信仰上较侪时阵，咱有缘的意爱，也较会依赖着旧的习惯，甲老的自我的一切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请咱想看卖，有啥物是咱家己认为无好的旧的迄个习惯，是需要带到上帝面前，恳求上帝来改变的呢？各位，毋知咱有想过无？伫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为什么因常常会受到外邦国家的攻击？其实这就是因为因无顺坦上帝旨意，各拜偶像。上帝才会互别个国家来攻击、管教伊家己的百姓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节的圣经节，第一大的圣经节，甲咱讲，先知以西结的时代，就是犹大王国败坏到极的时，才会受到巴比伦的攻击。直到耶路撒冷城甲上帝圣殿受到毁坏，国破家亡，百姓受掠到伫国外巴比伦。只是无论是国内，还是受掠到伫国外的百姓，拢充满着惊吓甲不安。这个时阵，上帝就呼召先知以西结，爱伊对分散伫各国的百姓讲。所以你就将我至关上主所讲的话，甲因讲，我要带因离开我分散因去的各国，将伊集合起来。我爱将以色列的土地献互因，因转来以后，必须爱除去所有通染恶的偶像。我要将新的灵、新的心赐互因。我要除去因亲像石头遐尔啊定的心。另外，要赐予因有血有肉、肯服从的心，安尼因就会遵守我的法律，忠心服从我一切命令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对伫遐的意爱拜通染恶的偶像的人，我要照因的行为处罚因。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。这段圣经甲咱讲。虽然以色列百姓是悖逆、无顺服上帝，总是上帝伊是怜悯慈爱，伊有缘要看顾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因必须爱除去所有的偶像，上帝就会搁一摆授予因新的灵、新的心，以及有血有肉、肯服从的心。而且还阁要继续做因的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我尼啊大的怜悯甲恩典。上帝是公义、圣洁的上帝，伊袂因为以色列人是伊家己所拣选的百姓，就放纵因，互因照家己的私欲去行。但是上帝也是怜悯慈爱的上帝，伊知因的软弱。也愿意赦免帮赞拯救以色列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对待你、对待我也是安尼。伊会帮赞拯救咱，只要咱愿意除去咱中间一切偶像，上帝就会搁一摆授予新的灵、新的心，
甲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互咱，而且还会继续做咱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什么是咱内面的偶像呢？可能咱会想，我内面减有偶像吗？想咧，我的状况应该是比以色列人好太济啊！我也无对着我周围的人在拜偶像，我逐主日也拢有来教会做礼拜，我嘛有奉献，啊，阁三不五时啊，嘛会参与服侍。伫别人的心目中，我即个基督徒的名分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我所敬听兄弟姊妹，上帝标准兼只是安尼嘛？请咱搁一摆认真来思考，上帝标准到底是啥物？兼讲上帝敢需要咱逐主日来到教会伊来报道，来显出上帝是一个高人气的上帝吗？兼讲上帝需要咱的奉献，来增加伊的财产吗？兼讲上帝因为欠缺我这个人，教会事工就会停止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相信咱拢知影答案是啥物。约翰福音第4章24节有记载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必须着用心灵甲信实敬拜。上帝是神，上帝是灵，这就表示上帝袂受到物质甲看会到的方式的限制，所以伊的百姓要敬拜伊，毋通只是用物质或者是看会到的方式来敬拜伊。上帝伊搁较毋望伊的百姓是生命不断互伊的神、伊的灵来更新改变，用上帝以外的方式来亲近伊，来甲伊沟通。当咱若是感觉家己参加主日礼拜、参加新人主日学、参加小组团契的次数已经有够，当咱若感觉家己每个月11奉献，或者是逐项的奉献已经有够啊。当咱感觉家己参与教会逐项的服侍已经有够啊的时，这可能会互咱伫信仰上对家己愈来愈有把握。也就是讲，当咱感觉家己已经为着上帝做了真济，感觉家己伫逐方面拢已经有够好的时，咱就会愈来愈感觉咱无需要上帝的帮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兼知主耶稣常常为着咱，家己感觉家己已经有够好啊，来忧伤来流目屎。伊原尔毋望咱会当安静落来，到伫伊的面前，用搁较侪时间来亲近伊，来甲伊交陪。伊了解咱一切需要甲欠缺，伊搁较毋望咱会当去体会伊的心意。当咱承认咱家己是基督徒的时，今仔日的第2段的圣经节，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甲咱讲，请容阮我用华语来读。我现在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你们，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的生活，他们的思想虚妄，心地黑暗，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因为他们全然无知，刚愎自用。他们丧尽了羞耻之心，纵情之欲，毫无拘束地做各种败德的事。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，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，做了他的门徒，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。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，那旧我是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了的，
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要穿上新我。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到底咱要怎样褪去咱旧的我，来穿这个照上帝形象，用真理的证据加性格来创造的新的我呢？第一，咱要愿意承认家己是一个软弱有罪的人，来倚靠上帝。基督的信仰有提醒咱，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罪人。各位，你安怎看？无得看嘛？有人会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我也无做啥物大歹代志啊，或者是犯啥物法律的罪，为什么我是罪人？”我毋知恁有互人问过无？不过牧师要请问咱大家，咱想看觅，咱自细汉到即马，咱是毋是捌讲过无应该讲的话？咱是毋是捌看过无应该看的物件？咱是毋是捌做过无应该做的事？或者是咱是毋是捌受过无应该有的受罚？各位，上帝照着家己的形象创造咱，伊期待咱也会当亲像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讲的，恁着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是完全的。伊疼咱，伊也爱咱甲伊做伙享受迄个圣洁美好的生命。当然，上帝认捌咱，也知影咱的一切。只要咱愿意承认家己的软弱，伊一定会帮助咱。亲像门徒彼得，或者是使徒保罗，因两个拢是互上帝大大使用的奴仆。但是因也捌承认家己的软弱甲有罪，来得到上帝帮助。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有记载。讨希人彼得，甲伊的同伴，伫规暝趴网掠鱼，啥物拢掠无，当因伫野神失望的事，就因为顺服主耶稣的一句话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撒网打鱼。彼得甲伊的同伴，就掠着济鱼，连鱼网啊，就差一点仔要破去。这是彼得第一届经验到耶稣基督权能的事，所以伊就马上跪落，拍拜伫主的脚前讲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使徒保罗也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有讲：“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，是要拯救罪人。”这话是可靠，值得完全接受的。我是罪人中上歹的一个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只要咱愿意承认家己的有限、软弱甲罪恶，慈爱怜悯的上帝就会伸出安慰稳定的手，互咱硬的心变做柔软轻顺服的心，来领受上帝的带领。第二，愿意将对上帝所领受来的一切，做1/10的奉献，来回应上帝。讲到1/10的奉献，咱可能拢会直接受到的是，就是金钱的11奉献。实际上，11奉献所要强调的，就是咱只是上帝的管家，要安怎运用上帝授予予咱的金钱，来回应上帝，而且来做适当的管理甲运用，来荣耀上帝甲祝福别人。所以，当咱详细思考，咱对上帝遐有领受到啥物？兼讲咱只有领受到金钱吗？当然毋是。
实际上，咱对上帝领受的有听、有时间、有智慧、有稳定、有才调、有真济等等。兼讲，咱无应该将正的上帝所授予予咱的来回应伊。兼讲，咱无应该将上帝授予予咱的听，用来听有上帝形象的人吗？兼讲，咱无应该将上帝授予予咱的时间，用来服侍、用来关怀、用来读圣经、来祈祷、来亲近上帝吗？兼讲，咱无应该将上帝授予予咱的智慧，用伫咱的服侍、用伫咱的工作、用伫咱的生活吗？当咱愿意将更较侪心思意念用伫上帝的国度，主耶稣讲。因为迄已经有诶，要互伊搁较济，互伊丰富有剩；迄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一点点也要抽走。第三，愿意将读圣经、祈祷落实伫咱诶生活中，来见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做一个动作，请咱做伙来吸气。吐气，搁一摆，吸气，吐气。后边还有人在困无？应该无啊啦吼。咱做深呼吸了后，是毋是较有精神？呼吸对咱来讲是一件真自然、搁袂困难的代志。但是呼吸对咱来讲，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当咱无想要呼吸的时，咱根本就无法度生存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问咱人命的呼吸是啥物？就是读圣经甲祈祷。各位，当咱若是无时间读圣经、祈祷、灵修的时，咱的灵命敢会状况敢会健康吗？当咱的灵命无健康的时，咱甲上帝关系敢会美好细食吗？现代人拢真无用，咱拢想要用更较侪时间来打拼咱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。马可福音第8章36节到37节，搁一摆来提醒咱：一个人就是得到全世界，煞来失去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伊会当摕啥物来换家己的性命呢？各位兄弟姊妹，毋望咱会当用上帝所授予予咱的智慧，伫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出来，加做咱甲上帝沟通的灵修时间，来丰富咱的信仰生命。第四个，愿意做进入世界的基督徒，毋是世俗化的基督徒，来迎光上帝。基督教是一个进入世界、入世的宗教。当主耶稣伊要行十字架进前，伊替伊的门徒上帝祈祷讲：我毋是求你对世界将因带走，是求你互因脱离迄个邪恶者。亲像我毋是属伫世界，因也毋是属伫世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，咱毋是属伫即个世界，所以咱是有受到上帝特别保守的人，甲还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世间人是有分别的。捌有人讲，教会就是社会缩影，教会就是社会的缩影。这表示啥物？就是讲，教会愈来愈亲像社会相款，因为基督徒受到社会甲世俗化影响真深，所以咱就妥协伫世俗化的标准下面，提高咱的思想、行为、态度、讲话口气、娱乐的方式等等，拢甲一般的人相款。约翰一书第2章15节甲咱讲，毋通贪爱世界，
或者是任何属世界物件。如果恁贪爱世界，恁就无疼天父的心。毋望上帝保守咱，活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中，互咱进入世界，而且分别做成，食做世界一个假物，去发挥影响力，来改变咱的社会。今年是上联教会设教110年的纪念。通过教会今年倒的主题，恁知影伫倒位无？咱当看咱的周报上头前，年度主题，就是寻初心，爱相连。寻初心，爱相连。寻初心，爱相连，爱相连，来提醒咱，来落实正做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。互咱会当转到信仰的第一现场，就是上帝话圣经中，好好啊起造咱的信仰基础。通过每日的读圣经、祈祷的灵修生活，互咱找到上界起初信仰的感动甲心境。佮较通过参与伫小组团契中，落实彼此相听的行动，伫咱的生活中，搁一摆正做上帝要祝福人的器具。为着纪念上联教会101岁生日，教会特别有推动代祷祝福110存折卡的运动。请咱会当做伙来看这个影片。点下去。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中唯一的主，一年内以3种行动代祷、关怀及陪伴影响身边2个人。一年4季共52周，每季3个月，除了日常的祷告、参与中保代祷之外，配合双联人关怀1、2、3，鼓励每周至少为2位慕道友代祷，让我们在迈入社教110周年之时，我们能为超过110人次的慕道友代祷为目标，年底为主献上成果，每一季得祝福信心。互咱每一个人，伫今年通过每一个礼拜，咱至少为着2个以上的慕道友提名祈祷。毋望伫今年度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前献就110摆以上替慕道友的祈祷，互上帝得到更较侪灵魂。虽然今年毋是2023年的1月初1，却是旧历年拄啊开始的时刻。互咱等下伫礼拜结束的时，将放伫外口的代祷祝福110存折卡扎转去，开始为着慕道友祈祷。互咱伫今年为着上帝得到更较侪慕道友的灵魂。搁一摆要来祝福大家，新年新我 ，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New You。愿咱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做伙立志。咱愿意承认家己是软弱有罪的人，来倚靠上帝，要将对上帝所领受的一切做1/10的奉献，来回应上帝。要将读圣经、祈祷落实伫咱的生活，来敬敬上帝。要做活伫社会、进入世界基督徒，毋是世俗化的基督徒，来荣耀上帝。毋望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，正做伫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，有基督的关联生命伫咱的内面更新改变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
因为长远也是软弱，是罪人的事，你就互耶稣基督加做阮的救赎。主特别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互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讲，主啊，阮愿意伫新的一年，通过信心的帮助，更新改变阮，加做一个新的人，互主你来使用。互阮伫新的一年，要看见上帝你行奇妙的事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主，阮阁一摆将家己摆咧，恳求信心来引带带领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，来回应上帝听。圣诗382首，搭咱大家来吟诗。圣诗382首，搭咱大家来吟诗，请起立。Amen.
遐济车济，这是咱要三个来奉献来刷食咱的礼拜。这是我来补充报告。若是有兄弟无法度来到教会伫线顶来做礼拜的兄弟，你会当用信用卡来奉献的方式，嘛会当伫银行来汇款，还是 ATM 来转账来做奉献，嘛是会当伫上间的时间，下早是9点到下晡时5点的时间，会当摕到咱的教会的经位1楼的收位迄个所在来做奉献。若说请起立，咱三个来祈祷。感谢上帝恩典，小使阮逐项拢到业。伫新的一年，阮嘛爱日子，愿意奉献阮的财情甲时间来互主用，来回应上帝无限的疼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遐济车济，这是咱三个来关心教会圣工，咱会当掀开咱的周报，嘛会当伫咱的荧幕的所在来关心，做伙来关心教会圣工。首先，我来报告咱的小会的公告。
2022年12月份的小会来预管，咱要伫2023年2月12号、2月12号的主日第3场礼拜了后，咱要伫16个礼拜堂来召开2022年年度的会员好会，为着会当顺利来成会，请咱的在职的会员，咱的兄弟会当来准时应约来出席。若是讲因为有代志袂当来，像做兵，还是伫海外的所在，还是讲你迄天可能有代志无法度来，嘛毋望兄弟会当伫2月11号拜六进前，就会当对小会议长，还是讲咱的小会的书记来请假，互咱的会议会当顺利来召开，毋望兄弟来配合。2月12号就是迄天礼拜。迄天的4场的礼拜拢照常来举行，请兄弟嘛会当留意时间来参加。咱的在职的会员的名单，咱有公告伫咱的教会10楼礼拜堂外口的公布栏的所在。咱若是讲兄弟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，嘛会当对教会小会议长还是书记来做反映。本届的定期会员互会，咱无要另外寄批来通知哦，咱会对咱的团契、咱的小组，还有咱的牧区的小家长来通知，即马咱的在职的现有的陪参的会员。即届的会员互会，咱嘛要来选出2023年度咱教会经常会检校委员，这是以上咱小会的公告。第2项的报告的事项是咱的教会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消息。首先就是咱的2月11号拜六的时间，咱伫下早时10点半到下晡时2点半，咱要对伫新兴国中来举办上联教会设教110周年的社区的园游会。若是讲你要坐捷运，会当坐到新芦线的中山国小2号的出口，就到新兴国中的门口啊，会当坐捷运来。若是讲你要开车伫林森北路511号的所在，伫林森北路甲民权东路口的所在，伫迄个方向。好，希望咱伫即届寻初心、听相连的活动内底，互信徒甲社区的民众都会当了解上帝恩典，以及咱的相连教会、咱的信仰的前辈，迄阵宣教的初心甲听的脚业。迄天的活动，咱有准备真济美食、好食的单位，还有佚佗的单位。咱迄天的单位拢收园游券，无要收现金哦。所以毋望兄弟会当来对咱的办公室来买园游券，今仔日开始就会当买啊。一张园游券的金额是200块，顶头搁一个摸彩券，所以迄天有摸彩哦。毋望咱的兄弟嘛会当准时来参加，大家讲好无？好，一定爱来哦！吼，咱来支持咱的教会，足有纪念的即个活动。而且咱毋若是做园游会了以外，咱阁有一个足重要的活动，就是咱的亚华礼拜嘛是开始来报名哦。时间是伫3月5号的时间，礼拜的时间，亚华礼拜时间是3月5号。咱当时开始报名呢，今仔日就会当来报名，报名到2月12号。咱进前来报名，互教会来安排相关的时间，安排游览车，还佫安排咱的时间，所以毋望兄弟今仔日所在礼拜煞就会当来报名。那迄天下早是8点40分就要集合，9点准时出发，要来到咱的教会3支分堂的所在来做礼拜。迄天的礼拜以外，咱教会阁有一个重要时间，就是咱的双联培育中心来落成有一个剪彩的仪式，伫咱的3支安养中心的所在。了后，咱阁要去北海岸的半日游，安尼有精彩无？有哦，好，所以咱一定来参加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兄弟，礼拜三咱就来报名。好，
咱报名一人的费用是100块哦，嘛是5万兄弟，嘛是会当来参加。迄天3月5号，咱的本堂第一场礼拜原来是照常，请兄弟来留意时间来参加。好，煞只还有一项重要事项来报告，就是咱的装备委员会的事项。咱有2个班要开始啊，一个是洗礼造就班，一个是不忙碌的门徒诶课程。好，所以咱5万兄弟来是讲咱诶朋友，还是咱慕道友准备要来洗礼的兄弟，会当伫复活节要洗礼兄弟，会当备班先要开始来上课来报名参加，伫咱的高楼的办公室来报名。受洗的时间是4月23号，吼，5万兄弟来关心这样重要的事项。搁一个是咱的卢公勋、丢乐甲胡瑞芝老师，丢乐娘要开一个课程，不忙碌的门徒，透过这个课程，每当教导咱的咱基督徒要伫信仰生活内底有一个规律的生活，好，规律的信仰的生活。好，这是以上的报告事项。煞只要来报告具体关怀的部分。好，本会的会友陈景松兄弟伫1月9日安息主怀，已经伫1月20号举行日念告别礼拜，请兄弟来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另外一项补充的具体关怀的报告事项是，本会的会友李荣武、李荣显的妈妈李彩梅丢了妈，伫1月24号安息主怀，定伫2月7号拜二下晡4点半，伫咱的教会的10楼礼拜堂要来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咱的兄弟来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以上的报告事项，咱来请牧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朋友。毋知有第一届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无？有无？哦，无吼。好，安尼即时咱做伙来牧友代祷。天父，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因为你是恩典满满、搁顾念阮的上帝，主啊，阮要为着阮的教会伫110年会庆祝的时，主，互阮真正是会当转到阮信仰上界起初的所在。主啊，互阮找到迄个对福音的热诚。主啊，特别阮恳求你，阮伫今年有济活动，主，互阮通过这个活动，真正是会当诚做福音的一个出口。主，求你来特别看顾2月10日，阮的社区的园游会。主啊，互这个园游会恳求你，互这个社区搁较会当进入行入伫咱双连教会内面，也互双连教会行出去，互社区的人来认捌双连教会。主，愿恳求你来保守迄天的天气，所有的一切拢恳求你来看顾。主，互阮伫迄天会当甲济无道友会当来接触到，也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有陪伴，会当将上帝你的恩典甲因来做伙分享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3月初5，阮的耶和礼拜来祈祷。主，阮看见上帝你互双连教会有济恩典。主，通过耶和礼拜，互阮搁一摆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是安怎加倍放伫双连教会，也保守阮迄天的出入有上帝你的看顾甲引带。主上帝，阮要将阮兄弟姊妹搁一摆交伫主的手。主，恳求你看顾身体病痛的、心灵软弱的，拢恳求你亲自看顾甲医治。主，阮伫遮也特别要纪念阮的主任牧师、蔡牧师。主啊，伊伫完成这个疗程了后，会恢复。阮恳求你的神特别甲伊同在。通过好的休困，互伊会当恢复体力、恢复免疫力，会当互伊紧恢复健康，转到阮的中间，引带阮行伫上帝你的心意，由上帝你亲自看顾带领。主啊，阮将阮济兄弟姊妹，若是得到也是有困难的、心灵软弱的，拢恳求你亲自来安慰帮助。主啊，也恳求你特别安慰厝里有人死失的。主啊，互阮无绝望，因为阮知，阮伫将来要甲因伫
上帝国要来三见面，主啊，阮就恳求你来引带带领，主特别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阮恳求你的信心加做阮的保惠师，引带带领法，互阮每一个人加做上帝要使用的一个器具，也加做福音的出口，会当互主你来用。主，阮阁一概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的手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吟祝福诗歌，祝福诗，圣诗513首，请下座起立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伫新的一年，加做新的人，回到咱的生活中，互主来用，为主做水的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叹、信心的感动甲相通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声温，恭受差遣。